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一個110方嘅戶型，重點就係睇佢陽台，跟我嚟。噔噔噔噔，鏡頭伸出嚟，哇！呢個陽台係咪比頭先呢個仲正啊？聽講呢個陽台喺香港總共300尺，一定要500萬喎，係咪真㗎？咁佢大概係呢度應該有3米幾闊，10米長應該有，係啦。哇！超級無敵嘅景觀陽台啊！成個彭園嘅景色盡收眼底，對面仲係海邊。就講個陽台，留翻啲懸念。下次如果大家再想知道呢，再評論區留言啦。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